如果你對上帝嘅真正嘅信心、信服，就會變成一個問題。如果你唔識上帝，你就唔會有真正嘅信心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會冇掙扎。一個狂服嘅心係會做晒上帝所有嘅旨意，唔係8成，唔係9成，係全部都要跟足上帝嘅旨意。今日我哋會講真正嘅信心就係對上帝嘅奉獻。無論你中意定唔中意，其實你都已經對某啲人或者某啲事好投入。但係真正嘅信心會改變你嘅心，令你全心全意投入喺上帝身上。根據雅各書第4章講到對上帝嘅奉獻，我有3個重要嘅諗法想同大家分享。第一，對上帝嘅奉獻係要用晒你成個心去做，係全心全意嘅投入。大家一齊練習下，全心全意，全心全意。咁點解我要咁講呢？雅各書第4章第4節，一齊咁，你哋呢班淫婦唔知道同世界做朋友就等於同上帝為敵咩？所以無論邊個想同世界做朋友，就係自動成為上帝嘅敵人。雅各用咗一個好特別嘅字，佢講到屬靈上冇奸淫啦。點解呢？你睇下，其實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明白上帝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愛有幾深。上帝嘅愛就好似丈夫對妻子咁愛咁樣嘅比較。呢種愛係用婚姻之間嘅愛嘅比較。一旦我哋對佢唔忠，佢就叫呢啲做屬靈奸淫，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詞。舉個例子嚟講，佢曾經咁樣講過，你係唔可以同時嘅愛呢個世界又愛上帝。同世界做朋友就係同上帝為敵。呢樣嘢連中立都唔係，係敵對上帝。你唔可以兩樣都要。而家有啲人甚至唔知咩叫愛世界，其實係講價值觀。我一陣會解釋俾你聽，跟住佢講咩。所以如果你想同世界做朋友，即係話你想接受佢哋嘅價值觀，想俾人接受，想受歡迎，因為大家都冇做，雖然同聖經講嘅相反，但你都係想咁樣。所以我成日都提醒教會嘅牧師，如果你開始妥協，接受覺醒、work 意識形態，你就會亂晒大陸。聖經點講？你會變成咩？大家一齊讀下，你將會變成上帝公然嘅敵對者。喺聖經入邊，神對我哋深厚且無私嘅愛有好多唔同嘅比喻，其中一個就係丈夫與妻子嘅關係。例如，你嘅丈夫就係你嘅創造主，佢個名叫萬軍之耶和華。你嘅救贖主就係萬軍之神。換句話講，你有冇留意聖經？咁你就會明白神嘅愛。你會發現神比喻做父親。點解？就係要你知道佢有幾愛你。問題就係咁，你哋一個有愛心嘅爸爸，所以你好難明白神呢愛，神嘅愛，比如做丈夫對妻子嘅愛，會保護你。但係你嘅丈夫唔忠誠，所以你好難明白。所以我而家要同你講，睇下最好嘅爸爸，最好嘅爸爸，神仲好過最好嘅爸爸。當我做嘢爸爸之後，我開始明白神嘅愛，直到我做嘅爸爸，我先至真正體會到神冇愛。因為作為一個爸爸，我好愛我嘅仔女，我唔會想做任何會傷害我仔女嘅事。其實我會盡我所能去保護我哋仔女。我發現如果我都冇愛我嘅仔女，神愛我仲多過我愛嘅嘢，跟住呢，就係丈夫嘅形象。夫妻之間嘅關係忠誠，神呢其實一直都係咁深愛住你。但係當你唔聽嘅話而選擇離開嘅，就好似屬靈上出軌咁。新約聖經都將我哋同耶穌嘅關係比作夫妻。你喺聖經話我哋喺末日，啟示錄第19章世界末日嘅時候，我哋一齊讀下。我哋大家都要歡欣鼓舞，將榮耀
歸俾佢自己，因為羔羊嘅婚禮已經攞到，佢嘅新娘亦都已經預備妥當好自己。我哋就係嗰個新娘，耶穌就係新郎，教會神嘅子民就係新娘，就係咁樣比喻。佢俾啲新娘穿上細麻衣，呢個就係教會潔白光亮，因為呢啲細麻衣就係聖徒所行嘅義，所以雅各咧就用咗呢個比喻。多謝你，呢種愛嘅語言你要明白，對神專一就係全心全意去愛，所以你會見到有呢個字。你覺得聖經所講嘅呢啲嘢係咪真係咁意思嘅咩？佢係極度渴望一直住喺我哋入邊嘅靈。你有冇留意到側道呢個字？直道唔一定係壞事，有一種直道係好好嘅。呢種直道係神放落嚟嘅，係互相保護嘅心。例如你睇下出埃及記第20章，大家一齊讀啦。我係耶和華你嘅神，係我帶你離開埃及地，離開奴役之家。留意下前言，神話我係你嘅救主，我帶你脫離嘅奴役。而家嘅對比就係脫離罪嘅奴役。留意下，你哋要記住，除咗我之外，你唔可以有其他神。點解呢？因為大家一齊讀，你唔可以為自己做偶像，你唔可以拜佢哋，亦唔可以侍奉佢哋。大家一齊讀，因為耶和華你嘅神係忌邪嘅神。神嘅職道唔係自私自利，神嘅職道係為咗你好，為咗保護你。因為神知道，如果你有偶像，你就會開始拜佢嘅同時奉乜嘢偶像，會毀滅你。我好中意 William Buckley 講過嘅說話，呢個人係學者，明唔明？我哋一齊讀啦。所有罪都係對愛嘅冒犯。呢個意思就係話，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，並唔係好似君王同臣民或者主人同奴隸嗰種咁樣嘅疏遠，而係好似兩夫妻之間咁樣，係非常之親密嘅。佢講嘢其實就係聖經講嘢，神愛你，但如果你背叛咗，如果你唔聽嘅話，如果你犯罪，佢會傷心。神係受傷，唔係發嘅。聖經話聖靈會憂傷，呢啲係愛嘅語言。其實意思就係，當我哋犯罪嘅時候，我哋係令到我哋嘅神感到非常之傷心。就好似喺一段婚姻入邊，如果其中一方離棄或者背叛嘅對方，另一方個心都會徹底碎晒。各位親愛嘅朋友們，真正嘅信仰呢，就係全心全意去愛神。聖經入邊有所羅，記唔記得所羅門年老嘅時候，佢嘅妻子令佢個心轉向去跟隨其他神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唔能夠好好đảm守住自己個心，係冇辦法保證你會一直愛主。你每日都要守住自己個心，佢個心唔係完全歸向主佢嘅神。你睇下神想要咩？全心。對神嘅忠誠係咩意思？全部嘅一切就好似係佢嘅老豆大衛咁。你睇下大衛都唔係一個完美嘅人。用全心去愛神，唔代表你永遠都唔會犯罪，但係意思係你人生嘅方向就係用你全部嘅心去愛神。如果你犯罪，你會悔改。所羅門故用全心去愛神，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耶穌亦都對我哋講過，人人都得讀書，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人。佢一係會憎嗰個人，佢一係愛其中一個，一係就只愛其中一個而輕視另一個。你唔能夠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財富。請注意，聖經並冇話侍奉兩個主人非常困難。不，聖經上話呢個並不難。聖經上面講呢完全係不可能嘅。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人。我問你一下，邊個先係你真正嘅主人？
你係咪真係全心全意100%歸向上帝？你睇其實係需要成長嘅。所以我想幫你屬靈生命上成長，真正嘅信心會成長，真正嘅信心會令你對上帝更加專一。事實上，使徒約翰同我哋講，大家而家一齊讀，唔好愛世界，亦唔好愛世界上嘅嘢。如果有人愛世界，父作愛就唔喺你入邊。從語法上講，呢個係一個命令，呢個叫做否定命令。而家時態嘅祈使句意思就係佢哋已經熱愛呢個世界啦。信徒們呢已經愛上咗呢個世界，而聖經話要停止愛呢個世界。住手！你我都熱愛呢個世界。而家聖經中用嘅係世界詞，而唔係自然或者神創。我嚟俾你解釋一下佢嘅含義。唔愛呢個世界或者世界上嘅事物意味住乜嘢？好嘅，各位，呢個就係佢嘅含義。呢世間嘅萬事萬物，所以佢喺度詳細咁解釋咗3件事。第一點就係關於呢個肉體嘅種種慾望。第二係視覺上嘅慾望。第三係驕傲自滿。佢唔係嚟自天父，而係嚟自世界。等我解釋下。肉體情慾嘅含義係乜嘢？肉體嘅情慾，你已經將享樂當成你嘅神，你會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，咩都肯做。好多時候呢啲都同性有關。有啲時候食嘢呢件事情呢，其實亦都可以係肉體嘅情慾。咁各位親愛嘅朋友們，大家好。我知道你哋都係敬虔嘅人。所以要小心自己。下一個就係眼目嘅情慾。眼目嘅情慾就係貪心嘅罪。比較你見到人哋有乜嘢，你都想要。呢個就係貪婪。呢個就係世界，全部都係物質主義。跟住就係今生嘅驕傲。今生嘅驕傲就係你想人哋點睇你，你想自己睇落好嘅嘢，你想令人哋覺得你覺得點解啲人要買啲貴嘅手袋？你覺得點解佢哋要買咁貴嘅手錶？為咗顯得嘅咁好嘅朋友，呢個就係世界。聖經話唔好咁做。有幾多位係中意世界嘅？你知唔知呢啲會變成偶像？淡樣，我舉一啲偶像嘅例子俾你聽下。錢、財產、權力、地位、明星、職位，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嘢。偶像可以係咁好嘅嘢，可以係你屋企人，甚至可以係你嘅侍奉。等我解釋俾你聽。偶像就係任何人或者任何佢喺你生命入面取代嘅神嘅位置。咁即係咩意思？如果你覺得我需要嘅嘢，有錢先會開心。如果你覺得我一定要有啲咩，例如你而家單身，你心佢，我淨係結咗婚先會開心。我淨係呢個人愛我，我先會開心。你已經將呢個人變成你嘅偶像，明唔明？因為任何喺你生命入邊取代嘅神乜嘢，都係你嘅偶像。佢點樣測試？如果有啲嘢俾人哋走咗咧，例如有啲嘢好似你嘅事業，你每日嘅工作，或者係一個好重要嘅人，如果嗰樣嘢或者嗰個人突然間俾人冇走咗，你就可能會話：我成個人生都已經冇晒意義，我寧願去死，我人生已經完全冇晒意思。佢嗰樣嘢或者嗰個人咧，就已經變咗你嘅偶像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偶像。基督徒嘅人生就係一次過拆毀偶像。好多年前，我以為自己已經冇偶像，後來出咗啲嘢，我好難過。我意識到佢已經成為我嘅偶像，於是我將呢一切都交俾咗上帝。問題解決咗。你執着於某樣嘢，你覺得擁有佢會讓你真正快樂，或者如果冇佢，你會感到痛苦。我嘅朋友，咁就係你嘅偶像。
克服偶像崇拜之罪嘅唯一方法係，第一步，你要認清你今日嘅偶像係乜嘢。我同一位牧師傾過，呢位牧師屋企有偶像，你知佢嘅偶像係邊個咩？佢嘅牧師職位，佢拒絕放棄。兄弟，你遇到麻煩啦，你哋將侍奉偶像化咗，你把自己嘅地位偶像化啦。任何你無法放棄嘅嘢咧，都係個問題。咁真正嘅信仰係乜嘢啊？全心全意咁敬拜上帝。請全心全意咁話俾你聽，鄰居，你全心全意愛上帝咩？如果你唔愛上帝，卻崇拜其他偶像，你就會有問題。我叫呢個做底馬問題。咩係底馬問題？底馬以前同路加一齊服侍，亦都同使徒保羅一齊服侍。呢個就係底馬。幾年之後，底馬係點樣被形容？底馬因為愛上咗現今呢個花花世界，就咁樣選擇咗離棄我而。喺呢段日子入邊，我係親眼見過好多我身邊原本一齊侍奉嘅同工弟兄姊妹，我真係親眼見到佢哋因為貪愛錢財、貪愛呢個世界嘅享受，已經慢慢咁偏離咗真道，唔再同主一齊行。所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，真正嘅信心就係對神嘅忠誠。同你隔離嗰位講，真正嘅信心就係對神嘅忠誠。如果你唔識嗰個人，你係冇可能對佢有忠誠嘅。第二，我想你學識關於真正忠誠嘅一樣嘢，就係一粒順服嘅心。咩叫一粒順服嘅心？一粒順服嘅心係需要恩典，需要神嘅靈喺你心入邊作超自然嘅工作。你知唔知點解？我哋一齊讀。冇賜更大嘅恩典，所以經常話神敵擋驕傲嘅人，但賜恩俾謙卑嘅人。所以你哋要順服神。你睇下，順服呢個詞語其實係一個軍事用語。要順服係需要謙卑嘅。如果你唔識主，你就唔會順服。你知唔知點解青少年唔中意遵守聖經啊？你知唔知點解你自己都覺得好難遵守聖經？因為你心入邊未真正相信神永遠都係。你唔信神咩都知，過去、而家、未來都知。你其實唔真係信咁知咩對你最好。最慘嘅係你連神對你都係存住最好嘅心意都唔，所以你先會攞掙扎。如果你對神嘅真正嘅信心、信服，就會變成問。如果你唔識佢，你都唔會有真正對神嘅信心。明唔明？而家留意下，如果你學識信服神，睇埋下一節，抵擋魔鬼，佢就會走。你睇戰勝世界同撒旦嘅關鍵就係信服神。咁你抵擋魔鬼嘅時候，佢就會走。你知唔知大部分人會點做？佢哋連屬靈爭戰都唔明。一齊讀下，要保持清醒嘅心靈。神話，喂，大家要認真嘅，保持警惕。好多基督徒甚至都唔知發生咗乜。如果收到警報，你嘅行動方式會有所不同。但如果你好似今日好多人咁無知，你甚至唔知道存在屬靈爭戰，而家正喺度進行中。你哋嘅仇敵魔鬼如同咆哮嘅獅子，走來走去尋找可吞食嘅人。你睇聖經話俾我哋聽，魔鬼係你哋嘅敵人，佢正在監視你哋，佢非常有耐心。如果你睇過國家地理頻道嘅影片，你有冇注意到呢？獅子喺捕獵嘅時候咧，係點樣發起攻擊嘅？例如一群動物會點樣攻擊水牛？佢哋嘅策略係乜嘢啊？佢哋嘅策略係孤立。當你深感沮喪、氣惱或者係失望嘅時候，你最經常表現出嚟嘅，或者話你腦海中浮現出嘅第一個念頭同反應係咩呢？好多人唔再去教堂做禮拜，佢哋停咗落嚟參加小組活動，佢哋想獨處。
佢哋想要與世隔絕，佢哋想留喺自己房入邊，好快佢哋就會變得抑鬱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呢個正係撒旦想要你做嘅。情緒低落嘅時候，將自己隔離起嚟，不再有團契，不再有敬拜。我嘅朋友，魔鬼最中意睇到你孤身一人呆喺嗰度。你研究所有自殺案例，有邊啲症狀？好快佢哋就中意獨處啦。佢哋喜歡獨處，係定係唔係？你有冇諗過將自己孤立起嚟？我哋朋友，我諗你明白基督徒嘅生命對神嘅委身。第一，要全心全意；第二，你要信服㗎。你知唔知點解？信服神需要，我想再重複一次聖經金句，要喺主面前謙卑自己，就係企喺主面前講：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信服你。神會俾你一個應許，佢會提升你。我認為最好嘅信服榜樣就係大衛。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。佢將佢除去之後，呢個娃係邊個？掃羅王。神親自興起大衛做乜嘢嘅君王？關於呢位大衛，神亦都親自作咗見證。請大家一齊嚟讀。我已經揾到耶西嘅仔大衛，佢係一個完全合我心意嘅人，佢必定會遵行我一切嘅旨意。你知唔知我嘅禱告就係好似大衛咁，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，一個順服嘅心。一個順服嘅心就係會遵行神一切旨意嘅人，唔係8成，唔係9成，係全部都要遵行神嘅旨意，全心全然順服去行神嘅旨意。所以對比就好明顯。我想俾你睇下掃羅嘅心，你究竟可以點樣去分辨一個人佢係咪完全信服上帝？你可以睇下佢對於悔改同埋對罪嗰種反應同埋態度。當掃羅被指出咗唔信服嘅時候，當你被指出你嘅罪，你會點樣回應？對神嘅委身係需要你去信服，要謙卑。但掃羅唔係嘅，你睇下掃羅係揾藉口。當撒母耳問佢：掃羅，你點解冇完全聽神嘅話？你睇下掃羅點講？我有聽主嘅聲音啊，咁我有聽話喎，但係你見唔見過？但係喺百姓冇咗個戰利品羊同牛，佢本來要毀滅咗最好嘅嘢，話係要獻俾主你嘅神做祭品。你睇下神同掃羅王講過，亞瑪力人同埋佢哋所有嘅嘢都要完全毀滅。掃羅做咗啲咩？你睇下佢嘅藉口。係啊，其實我真係有聽話，不過嗰啲原本應該要徹底毀滅佢最珍貴又最好嘅嘢，我只係想佢哋獻俾我哋僱主。咁你冇乜生活當中，到底有幾多位佢唔聽神話嘅時候，好睇佢揾埋一大堆藉口，佢幫自己解釋，我就好諗啦。你睇唔睇啊？你會合理化自己，你會揾藉口，係定唔係啊？大聲啊！大聲啊！好啦，佢同你隔離嗰個講，唔好再揾藉口啦，好冇？同你隔離咁嘅人講，唔好再揾藉口啦，唔好好似掃羅咁總揾藉口，知道佢揾咩藉口？佢哋藉口勁到不得了，我哋就係為咗主，我哋自己呃自己，真係丟架。我見過好多牧師、好多領袖，佢哋唔聽神嘅話，仲要揾藉口。係為咗神，無知。你知唔知？其實有樣嘢你一定要明白，對神嘅信服就係要100%聽話。等我再講多次，如果你淨係聽話9成，其實都唔算係真係信服。我記得有一日，我老婆問我，佢都同意我分享呢件事。佢話 Peter， 我有冇聽你話？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冇問？因為佢知道做老婆要信服，要尊重，而做老公就要去愛，要願意為老婆去死。老婆啊，你知唔知我真係願意為你去死？
然而我嘅妻子問我，我聽話咩？你知道我答案呢？係，亦都唔係。佢嚇到啦。你係話既是又唔係。我話想服從就服從。當你唔中意嗰陣時，你就會隨手把佢忘。係真嘅咩？係定係唔係？但係你知道嘛？我妻子好正。而家佢服從命令99.9%，真係哈利路亞，感謝上帝。耶和華如此喜悅嘅祭咩？多謝。而獻祭則話，如同聽從耶和華嘅聲音。你睇，上帝話：我寧願你服從我，服從勝於犧牲。你可以向鄰居求助咩？服從勝於犧牲，呢個就係屈服。叛逆如同占卜之罪，巫術。呢個就係唔聽話，唔服從係咩罪？拜偶像。因為你拒絕咗耶和華嘅話語，佢都拒絕咗你做王。換句話講，一個順服嘅心，係唔會揾藉口。睇下掃羅點樣認罪，悔改嘅考驗。掃羅咧對撒母耳講，佢承認咗我有犯罪，我違反嘅耶和華嘅命令。睇睇呢個理由。因為我驚嗰啲人，你睇，當你唔敬畏上帝，反而懼怕人勝過懼怕上帝時，你就會妥協。敬畏上帝，你就唔會懼怕任何人。掃羅王已經開始妥協，請你務必原諒我所犯下嘅罪過。你睇佢會點樣懺悔嘅？你認為佢非常真誠，俾我哋一探究竟。掃羅話：我犯咗罪，請你哋而家喺我族嘅長老面前，喺全體以色列人面前，給予我尊榮，同我翻去，我要侍奉耶和華你嘅神。睇下佢嘅動機。我犯咗罪，但睇下佢而家嘅動機，請俾我榮譽。你睇，嗰唔係悔改。你睇下大衛，你知唔知道大衛係點樣悔改嘅？好私人嘅。神啊，求你按你嘅信實憐憫我，照你豐盛嘅慈愛赦免我，抹去我哋過犯，洗滌乾淨我嘅罪孽，徹底潔淨我哋罪。我知道我睇過犯，我知道我哋罪一直喺我面前。睇下嘅人稱代詞，喺呢3節經文入邊，你有幾多個人稱代詞冇怪其他人？求你憐憫我，抹去我哋過犯，洗淨我嘅罪孽。求你徹底洗淨我哋罪。我清楚知道自己諗過犯，我哋罪孽時刻都喺我面前，有幾多次？10次。個人承擔責任咯。咁怪人呢？睇下呢個禱告，喺我入邊創造一個清潔嘅心。其實問題就係心嘅問題。喺我入邊重新建立堅定嘅靈。呢個就係我嘅禱告。我有冇罪真係好難克服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喺我入邊創造清潔嘅心，重新建立堅定嘅靈，還翻俾我得救嘅喜樂，仲翻俾我哋救恩嘅喜樂。留意下，佢心入面已經失去雇主嘅喜樂，用樂意嘅靈扶持我。呢個禱告，我想你學識順服嘅心，識得點樣悔改。跟住，你知唔知大衛講啲咩？你唔係喜悅祭物，如果係，我就會獻上。你都唔係中意燒祭。大家而家一齊讀大衛講嘅說話。神所要嘅祭就係憂傷嘅靈，憂傷痛悔嘅心。你永遠都唔會輕提。朋友，呢個就係順服咗心真正嘅意思。你係痛悔，你係悔改，唔係要完美。你同我都唔會完美，直到有一日我哋見到耶穌。但如果你失敗咗，我有個好消息要同你講，神應許會赦免你，但你哋要睇到嘅面前，求佢賜你一個新嘅心，去恢復你得救嘅喜樂啊！聖經同我哋講，最後呢係一個專心歸向神嘅心。大家一齊講，真正嘅信心就係對神專心，
全心全意，亦要順服。最後一個成聖嘅心。睇下雅各點講，親近神，神就會親近你。你哋呢班罪人要潔淨你嘅野手，你嘅心懷二意嘅人要潔淨你哋嘅心。留意呢個係一個命令，要親近。咁應許係咩呢？如果你親近神嘅，咁就會親近你。你哋其實重點係神並冇走開你，係你自己走開咗嘅。所以如果你想同神有親密關係，一個成聖嘅心、清潔嘅心係會同主親近，因為你專心歸向佢。你想討嘅喜悅，你會遠離罪惡。咁你點樣可以遠離罪惡呢？你點樣可以培養個成聖嘅心？留意要潔淨你嘅手，你嘅行為潔淨你嘅心，你嘅行動，你嘅心同你嘅思想，唔好三心兩意。我哋當中好多人都三心兩意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今日親近神，你就會經歷到咁嘅親密。咁你點樣親近神？要成聖，清潔嘅心，潔淨你嘅手，潔淨你嘅心，唔好三心兩意。我好中意呢句說話，心靈純潔就係意志專一，淨係做一件事。佢真正嘅信心係咩啊？專心奉獻。你點樣可以對神專心奉獻？全心全意。跟住落嚟，順服嘅心同成聖嘅心。留意聖經點講，要同所有人追求和睦同埋成聖。佢哋成聖，冇人可以見到主。你有冇留意到呢個命令？要追求，要不斷咁追求落去，要用晒你全部精力認真去做。你要追求啲咩？唔淨係和睦，仲要成聖。佢哋成聖，冇人可以見到主。你能夠追求，係因為有神嘅恩典，要確保啲人失落咗神嘅恩典。你睇，神嘅恩典救咗你，得救非靠行善，亦不是因你不犯罪，而係出於神嘅恩典。但神嘅恩典從來都唔係孤單嘅，佢會俾你變得聖潔，佢會俾你產生一種逃離罪惡嘅新渴望。呢個就係點解詹姆斯講得好清楚，喺痛苦與悲傷中哭泣啊，願歡笑轉為悲哀，喜悅化作憂鬱。注意語法，上帝並唔係話我希望你悲傷痛苦，不，但係咧呢個同你對罪嘅態度有關。痛苦吧，永遠唔好對罪惡感到安逸哀悼。你睇到上帝喺度心碎咩？每次犯罪都令佢傷心，你當為此哀撈哭泣。唔好保持中立，用上帝嘅視角嚟看待罪。呢個係對你與佢之間愛嘅背，俾你嘅歡笑變成悲傷，俾你嘅喜悅變成憂鬱。唔好輕視罪惡，呢個係好多基督徒嘅問題。呢個係錯誤嘅。要聖潔，你能夠話俾你聽啲鄰居要聖潔得，要聖潔得。上帝並唔反對快樂，亦都唔反對幽默，要認真對待罪惡，感受佢嘅重量。明白 CCM 制定政策啦吧？規定所有牧師須攜妻同行。你可能並唔了解呢一點。我哋要求你出國或者去其他地方旅行嘅時候，除非有其他牧師一齊，否則我哋唔想你自己一個人去旅行。因為我知道男人嘅軟弱。有啲人多謝你嘅，唔好因為你覺得自己夠堅強，就唔認真對待罪惡。因為按住神旨意而嚟嘅憂愁，大家一齊讀會帶嚟無悔嘅悔改，導向得救。但世俗嘅憂愁帶嚟咗死亡。你或者會好驚訝，一粒聖潔嘅心會謹言慎行。你知唔知道呢？睇下，唔好互相講人壞話，弟兄們。講兄弟壞話或者論斷兄弟嘅人呢，其實就係講律法壞話，論斷律法。但如果你論斷律法，你就唔係行律法嘅人，而係做律法嘅審判者。留意下，我哋對呢種罪好輕視，呢個係一個命令啦，唔好互相論斷啦。弟兄們，唔好去論斷其他基督徒，我哋好甘去論斷人
批評人。雅各就話唔好咁做。一個被分別為聖嘅心，佢會在意細微嘅罪，但其實冇所謂細微之罪，只有一位立法者與審判者，即係能夠拯救與毀滅嘅主。你係邊個？竟去論斷你嘅鄰舍？你知唔知點解我哋咁中意論斷人？因為你覺得自己係細個嘅神，你以為神需要你去定人罪。神話呢個係我嘅範疇，呢個唔係你嘅範疇。其實馬太話俾我哋知，大家一齊跟住耶穌咁讀，一齊讀啦，唔好論斷人。佢就唔會俾人論斷。每次見到基督徒喺網上互相攻擊，我都好唔開心，真係要感到羞愧。因為佢哋唔識聖經，所以你先係會公開批評其他基督徒。我哋真係要感到羞愧。聖經話俾我哋知，大家一齊讀。點解你淨係見到你兄弟眼入邊嘅刺，但你又唔見自己眼入邊有根大木頭？冇君子先睇走自己眼入邊嘅木頭，先睇清楚幫兄弟喺走眼入邊嘅刺。你知唔知啊？塵埃其實就係灰塵，言辭非常大。上帝話好多基督徒嘅問題係自身存在意識唔到嘅缺陷，卻過於關注他人錯誤。所以別再如此，全然奉獻俾上帝嘅心係完整嘅。冷酷嘅信徒雖順從，你絕對唔會服從。最後你已經被聖化。如果你唔評判他人，你會做乜嘢嘅？唔好去評判人，因為聖經話唔好自己報仇，呢啲唔係你嘅責任，要留翻空間俾上帝發怒。報仇嘅我哋事，我會親自報應。我知你喺當中有啲人好想去評判嘅政客，我而家同你講，你為咗冇祈禱，然後留翻空間俾上帝發怒，咁你點樣可以保持對上帝嘅忠誠呢？喺我喺結束之前，我建議呢句係我其中一條背誦金句，好唔好？我哋喺國籍嘅天上，喺嗰度我哋熱切等候救主主耶穌嘅臨。你係咪熱切咁等？你哋有啲人仲未清楚，我點樣可以等一位救主呢？耶穌根本唔係我哋救主，但如果你每日都熱切咁等，我保證你嘅心永遠都會為主燃燒住，為主而燃燒。點解？因為你每日一開始就會祈禱，主啊，如果你今日咁，我歡迎你，我準備好見你啦。末了，點知道忠犬八公？舉手，你哋好正，因為你哋聽我講過呢啲啦，係嘛？但係冇關係，你知道咩？忠犬八公係隻日本狗，佢對主人非常忠誠，佢日日都會同師傅一齊步行到結福站。喺日本有一日，師傅突發心臟病，所以師傅冇再翻嚟。但呢隻狗佢叫八公，每日都會去火車站等，因為呢個係咁嘅習慣。佢朝早會陪主人去辦公室，到下晝隻狗就會喺度等佢翻。但係咧，主人都冇翻嘅。1個月，隻狗都喺度等；2個月、3個月，嗰隻狗不停地往回走。10年，日本人決定冇立一座雕像。呢個喺日本咧非常有名。讓我震驚嘅係呢件事。如果一隻狗能夠忠誠，能夠信守承諾，就會一直等待主人。我哋呢，只有全心全意侍奉上主嘅人，先至會等候佢。你嘅心係咪全心全意咁屬於主？我希望咁俾我哋低下頭，請同我一齊禱告。主耶穌，我喺呢度，我把我嘅心交俾你，改變我嘅心。求你使我全心全意咁信服咁聖潔地獻身於你。主耶穌，我由衷咁感謝你賜予我哋所有人嘅恩典，祈求你改變我哋嘅心，使我哋成為你喜悅嘅人。奉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，阿門。上帝保佑你。